东东5triệu以上的查甫囝，名是梁山伯。人插花，我插草；人抱衣，我抱狗；人坐轿，我坐粪斗；人困眠床，我困在苦老母的门骹口。2、3、4，阿公照快，我上下，互你下海落到了满世界，互你眉开眼笑爽在心肝底，互你快快乐乐食到120岁。三伯，你来了，你来走遐尼紧，我先对都对袂着。我就惊时间也袂赴，迄机会就去互伊失去呢。较紧嘞，我甲你介绍阮阿爹跟阮阿娘，阿爹阿娘，这就是三伯啦。小人参见员外夫人。少年的免礼。下员外。因无讲，迄我讲。还是我看吴理上你无用，你尿卡，我退回来。袂歹，这个敢若好心咧人飞咧。哎呦！哇！哇！三伯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囝，这个你无速配，这个阿娘较速配啦。阮是养大马家翁，比武就亲做媒人。心内早有青春梦，三伯就是阮的翁。自从离开阮迄个三伯兄，心肝一直拢袂定。今仔日阮的阿爹，伊要甲我做亲情，互人想到实在心痛疼。讲到阮阿爹吼，足无意思的啦。那我就甲伊讲，我有一个同学对我足好的，伊讲一定爱门当户对，要将我比武招亲，害我惊一个走出来才交我，要互伊找无人。我已经有拍电报，叫阮迄个梁山伯兄一定爱来遮甲我相会，我要甲伊讲即件代志，安尼拢还袂看到人呢。这个郊外的风景实在足水的啦！还佫有足侪蝴蝶伫咧飞，这只足水的。这只嘛足水的，司机哇，紧行咯！有人来啊！少问的哦，是你路财也我路财？我路财啊！你路财迄支雨伞是应该砸我还是砸你？无啦，你拢行遐紧啊！我举也袂着，啊足也袂着，我举这支比打迄搭佫较艰苦呢。你支真好举真轻啊！毋是啊，这也无日头啊，举这支都加举，迄是白派头尔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收起来，好。少人，乃是东5triệu以上的查甫囝，
名是梁山伯。是啊，阮公主名叫做两三步。你即摆咧讲什么？你讲你的名，我拄则讲国语，我叫做梁山伯。啊，国语毋是梁山伯。切，国语敢叫做梁山伯？无你讲经讲啦，我听无。讲台语啦。牛三平。哦，好好好。阮公主名叫三伯啊。啊，孙若有人要登载，啊，你名咧做三伯咧。我就要问你的，我这个标别的名，互你报到到底拢袂听的，你敢知？啊，咱即摆到底是要去倒？啊，毋得赶紧去行。免惊，免惊，就是这，就是这。多车哦。哎呀，啊，你而家坐遐久，坐咧较济，还搁伫遮。你拄则听遐尔济，迄叫做走台步啦。走台步表示讲咱已经行千山万岭，已经行到遮咯。嘿，哎呦，奇怪咧！啊，明明祝英台就约束来我遮要见面，啊，哪拢无看半个影只？哟，那安尼哈？无安尼，公主，你所在小休困一下，抬我小路财，向前观看就是。你要去关心？是。安尼好，小心细腻。请了，请。哇，进去啦！ Yes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哎！你哪安尼啦？人本来看到一只蝴蝶足水，伫遐一飞，拄好要掠落尔，啊，哪你来了？啊！你拍蝴蝶拍到我才整起来。无啦，即个拄则拍，毋是蝴蝶啦。无你拍啥？歹势去掠着一只蠓，啊，拍死人呢，真欢喜的。安怎？哎呦，啊，你毋是迄个死狗的苏九？你哪捌我？啊，恁三婆呢？啊，阮三婆啊，都自从甲我登载了，到这毋捌看，好30、40年啊，毋捌看到，这三婆。梁山伯啦，恁公主啦。阮公主啦。公主在哪里？哎呀，公主在。你哪捌你？哎呦，恁还无甲我报啦？知毋知恁公主就是阮同学啊？你同学是幼稚园的，还是国小的？无啦，读大学的同学啦。读大学的同学？哦，伫遮啦。哎呀 ，here。真正有影是三宝，面前就是三宝，三宝啊！哎呀！哎呦，你这个小查某啊！哎呦，啊你我甲你都无熟悉，公典法律之下，怎能女子男女授不亲咯？哎呀，这个娘兄，你哪会讲我是小查某？让我想你想遐尼久啊！今仔日是甲你约束伫咧这个所在见面的啊！你怎袂认得我？我就是祝英台啦。啊？你是祝英台？是哪有可能呢？公主啊，迄祝英台伊是一个查甫的。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之辈嘛。什么女人之辈？你莫讲较遮成寡去好无？不是啦，我是为着要读书，我去女扮男装啊。公主，伊才是英台。无你即摆是咧欢喜啥？英台查某的。伊是我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？哎呀，我袂记得，英台呀，三宝，英台，牛哥。爹呀，三宝。啊，我也无人啊，改一个。三宝啊，讲遮咧讲咧，哎呀，原来你生做遮尔漂亮啊！哎呦，啊，读书的时阵，你哪拢无甲我讲清楚啊？我都知影，啊是阮三宝上有眼光啦，啊，不过生做漂亮嘛无效，因为今仔日阮阿爹已经要将我嫁予别人啊啦。要甲你叫别人？阮阿爹吼，讲要将我招亲，今仔日已经有3个候选人，一个是猪，一个是牛，一个是马呢。你是安怎？恁兜即摆是拢开动物园呢？毋是啦，迄是因的姓，今年讲姓猪的讲大姓呢，迄厝内拢有名望，你敢知？英妹、牛哥，也若安尼讲，我就已经无希望咯，无希望咯，处事当真。当真，果然，你明明气我，啊牛哥，小等，公主，这个嘴袂使吐出来，吞嘞，
牛哥啊，人今仔日是伫咧演戏剧呢，啊，搁互你这害遮害个来都袂赴啊，免害啊，时间袂赴，爱紧来找阮阿爹啦。利用即阵哦，还袂过去啊，阿公还袂成的，对不对？咱正赶紧的来去甲摕分数。安尼嘛是有道理。恁两个讲才有道理。那呢，咱三个人速速来去祝家提亲咯。来，禀报老爷夫人，候选人拢到啊。弄来呀！哎呦，你真好真好，紧来，讲甲叫你来。是，这顿嘛得过来噻。是哦。下夫人呐，俺查某囝都还未找到，安尼敢好？哎呦，啊你若要到外口甲我拍甲明年的Christmas，我毋着在等我老去。袂当，即马着人甲我叫你来。是，来，第一号候选人牛罗仔进场。来了。人插花，我插草；人抱衣，我抱狗；人坐轿，我坐粪斗；人困眠床，我困咧苦老母的门骹口。参去甲虎甲庙，煞，你这个戆腿，哎呦，无熟无识，还袂捌背，袂情无着啥，甲虎甲庙，你当做啥？姑公主啊，请问哈，你唔知有啥物本钱呐、能耐呀、条件呐，要找阮查某囝哈？哦，你讲遐我拢有啦。我讲互你听，你就惊着。系你对我行情太无了解。阮厝的田园是几甲地，路财查某干是几啊百个。我的身体健康无问题。恁查某囝若嫁互我，保证明年生2个，每年互伊一体搁一体。拜托你牛仔啊，哈！你这牛仔想要配阮小姐，啊，我再讲啦，啊，一年生双生，每一年搁生一体，啊，那阮小姐底母哟，你拍得较袂着穿。姑公主啊，无麻烦你在边仔小等一下哈。哦，小等下。嘿，小等一下。金星啊，第2号。登记第2号候选人马文仔。来了啊！1 2 3 4，阿公照快来，我上下，互你下海落个来满世界，互你眉开眼笑爽在心肝底，互你快快乐乐食到100里岁。老爷夫人，恁好，我就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真有出名迄个乌狗兄马文才夫人啊。哇！你水甲真少，亲像花呢。你水甲水当当哦，你是用乌来用注射哦。我拢用你咩？哦，足水咧。大人安尼讲，这个袂歹呢。无毋对啦，这个看伊喙水阁真甜啊，我看是上教你的意啦。安尼列入优先考虑。优先考虑。哦，谢谢夫人，谢谢老爷，谢谢。第3号。来。登记第3号，地母仔。文武相传是无得比，有情有势甲有理，做人爽快是阿莎哩。条件拍正过我定去，爱参见吊人场。慢请。恁查某囝来得加我时的。福气啦，福气，我听你咧放屁咧，福气。你讲的啥物话？我甲你讲，我是叫做猪母仔啊。今年是猪年啊，所以生猪的拢较好嫁啊。我甲你讲，猪母仔就是我的本命，敢若听名就知影。我一个人毋是我咧操蛋，吟诗甲做对，相打跟冤家，我就上界来的。是下在相打甲冤家。相打甲冤家你都毋知，场我讲互你听，就是相拍甲冤家啦。叫讲语哦，迄台语啦。哦吼。安尼你意思是讲你万能的，没有缺点的那样。内行的，我甲你讲，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，就是。我这个惊变输家己哦，毋是，输伫裤脚倒单。我一个原则就是啊，做人啊，
倒爱无缺点，若是伤歹的拍，伤肥的拍，伤矮的拍。Together, OK? Every day， 拍。哎哟，咱查某囝的缺点，every day 的缺点，伊拢总讲着哦。哎哟，少若介意哦，咱查某囝都三顿拍，半暝还佫拍点心哦。哎哟，这唔通哦，唔通。不过我今日若无答应伊，唔知甲咱拍是袂？无要紧，若要拍吼，我较会看你红吞，吼，我互拍无要紧。你哦，我这嘛。阮是经过初赛才来的。看来，我只好伫这赛的中间嘛，竞一个。切班啊！切班！小姐，切班阿弟啊，毋是我叫唔对人。伫遮。阿弟啊，切班呐，我讲吼，甲你找一个后补的第4个，即摆已经伫咧门口咧等候啊啦。迄就是阮同学。哈，恁同学哦。对啊，伊嘛要来参加即个招亲的比试啊。哎，拄则那一个汉堡连入来。报名时间已经截止啊呢。对啊。阿弟啊，互伊一个机会啦，人才袂歹呢，你家看卖你就知。一束桃花春风，小姐，朵朵带着舞春风，桃花伴着春风舞，欢送哥哥去从容。哥哥唱了。你写这写啊？三宝，你来了。你来走遐尼紧，我先对就对袂着。我就惊时间若袂赴，迄机会就去互伊失去呢。较紧的，我甲你介绍阮阿爹跟阮阿娘，阿爹阿娘，这就是三宝啦。少人参见，愿月夫人。少年的免礼。下愿月。因无讲，迄我讲。还是我看何理上你无用，你尿卡，我退回答。你也是可以啦。我迄个三宝啊，请问吼，恁兜唔头钱无哈？无钱呀。无钱。啊，恁兜真有势哈？嘛无势。喂。少年，无钱也无势，你当作这什么所在？救济院哟！无钱也无势，你刚来这个所在，要分一口饭吃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无钱也无势，你凭什么要来这个所在？啊？对。这个是你的路财就对。我带来啦。无钱无势，你凭什么要来这啊？佫有炸兄弟来啊！有兄弟，你唔捌这个土雷？佫有炸布拉德来啊！我么？这么？哎，罢了啊！啊？那我三平平着我的。啥物？啊？有啥物我无的？啊？志气。啊，这咱无对啦，真正。对，这咱无对啦。安尼好，夫人呐，这个人哦，凭伊的志气就袂歹，你搁甲看，人才嘛袂歹哦。就缘投的啦，你甲看，我若逐摆看到伊，我都忙叔叔啦。对啦，阮今仔日阮3、4个踮遮咧标这口花啊，至少花啊会出来，阮看一下，是倒一个美人安尼哈。伊甲我讲生做真水啊。嘿啊，就是水甲那神女下凡的阮查某囝。哦。一个。伫现场哟。嘿啊。无人。无人。就是你呀！哎呀，我拄则以为是一粒连入的汉堡，果然是你。既然如此，用咱这个台视电视公司的一个综艺节目内底一句话来讲，什么话？我愿意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再个联络。我你来要死啊！你莫来嘛！阿娘，这个买啦，这个我无介意啦。这个买，这个买。后来第4号话三宝。下一位。来，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记，来，拿出来喽！阿扎。
哎呀，好啊！看袂出来，你也样难。来，三伯加油，加油！你卖笑，三伯加油，开心啊！好心的人飞咧。哎呦！哇！三伯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听诶，这个你无速配，这个安尼啊较速配啦。小动的、小杂的、小杂的哦，你个性拢压起来了。是讲这个都跟我有哪不加速配啊？无这按查某囝的。阿爹，安尼讲起来，你唔着决定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呢？迄三个。少年的，事到如今，即摆代志已经足明显咯，你已经被淘汰了。是阮三个啦，歹势。歹势啦，后摆就过来啦。走，公主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三伯，我以前敢若知影你足够吟诗作对，我毋知你原来遮尔有18般的武艺，逐项拢会呢。有咯，师舅上了解咯。我厉害咧！安尼吼，我一定要嫁你，你做恁的去配。啊，就甲阮发过小等咧，我小姐，安怎？自古早这个三配英台到落尾拢无计较，啊，今日哪会当杀作对哈？哎呦，人时代无共啊，讲吼，三伯你讲，因为有钱没钱，娶个老婆好过年。啊，真是安尼哟，双双对对哟。哎呦，安尼人马背，人马背，哎，来，到哎，喂，来，我来给你放水头，我会用心啦，谢。这嘛一对啊，你这嘛一对，安尼安尼就好呢，三伯，安尼大家拢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啊！请记得订阅 YouTube 台视官方频道，并按下订阅的小铃铛，按下荧幕旁边的影片，就可以马上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哦。